迄个手机来遮含伊的lover 咧讲话。说好了。哦，平安哦。大家好。有人再来追啦。真爱台湾追啦。免谢啊，免谢啊。对啦，免谢啊。好了。 OK， 好了。好，来开始了哈。好，拜拜。好，拜。我来甲PowerPoint用出来哈。好，来，咱先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阮搁一届伫你的面前三甲自执，阮伫遮来为着阮所徛起的土地，遮的人民来献上祈祷。阮知影伫全美国，特别阮加州，迄个疫情愈来愈严重，侪人着病，照州长的讲法，伫12月我郡中旬的时。这个 ICU 的 COVID-19 的这个 unit 有可能会爆满安尼，求主你使到你的人民来看顾，也特别是这第一线在照顾人、异地人的这个医护人员，你来甲因三甲支持。阮知有一寡同工伫伊内面有真辛苦，因的手已经洗甲拢会疼，伊嘛是爱搁继续来照顾人，来帮助人。阮也为着前几工伫阮附近的大火来献上祈祷，感谢你互这个风来减弱，互这个火会当受到控制，迄个损害无搁再扩大。阮求主你来继续保守。今年阮有看见这个雨水也较少，阮真正需要主你特别的人民来降临伫这个土地。阮今日搁组织要来查考一个保罗的宣教第3届行程，求主你用你的圣神的智慧来开启阮，互阮会通对遮来得到帮助。为着阮今日的组织献上感谢，也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今日咱看《使徒行传》20章啦，吼。我有互咱资料，大概大约拢有写啦，吼。我有搁加一寡资料伫这内底，吼。咱前礼拜有讲到第3届的头前段，吼，头前段。头前段基本上咱知影，就是应该安尼讲，就是讲保罗的第3届的行程上主要是伫以弗所，这是一个咱咧讲较重要、较新的一个重点啦，吼，是这样。伫以弗所出代志了后，我是无调音师，明天下午去跟你调音。伊就安尼去到伫即个欧洲吼，就马其顿即个希律即个所在吼。咱今仔日来去讲到即个部分啦吼，讲到即个部分当然即中间有一寡伊的行程互咱来思考吼。好，咱来看吼。咱伫前礼拜看到伫即个部分伫遮啦吼，以弗所，然后保罗就开始行吼，来伫遮。咱会当看伫讲遮的
标示吼，拢真清楚。第三吼，第四甲第五，第三即个所在就是马其顿啦吼，即个所在。第四即个就是咱咧讲希腊吼诶所在吼。那佫看较大诶地图吼，伫遮，你看伊就是跨过即个爱琴海，对亚洲看过伫欧洲吼。即内底咱会念伊伫经文内底，咱看着讲本地即个保罗诶行程，毋是照即个伊所行诶，伊有其他诶计划来做法，因为伊诶心目中有藏一个愿望，就是要伫即个圣神降临诶迄个节期诶时阵，倒去甲即个耶路撒冷吼，所以安排是要对即个雅典也是哥林多即边遮坐船吼，直接转去叙利亚，但是有发生代志，所以无法度吼。伫第一节到第六节有甲咱讲着大概伊迄个行程诶概略啦吼。伊讲即个以弗所诶代志煞了后，这是19章诶代志吼。煞了后，伊就去马其顿，所以就爱跨过对迄个特罗亚吼，去跨过马其顿。然后到希腊，伫迄个所在，伊准备要坐船转去叙利亚，意思就是讲，伊诶行程是以弗所、马其顿，甲即个希腊了后，伊就要转去啊，吼，伊就要转去啊。但是呢，因为犹太人想要害伊，所以伊就改变迄个行程吼。要安怎害？圣经无甲咱讲啦吼，不过咱知影讲。有可能甲伊坐船要转去叙利亚即个代志有关系。咱知影对希腊即边坐船转去，有可能是坐较大台船，会当行较远吼。因为安尼保罗着改变行程，伊就搁行倒头吼，行倒头。咱倒转来看迄个地图啦吼，伊着行倒边行，所以咱来看即个地图吼，即个地图就是即个行伫3行到遮来，佮行倒转来吼。原来行程伊佮行倒转去安尼吼。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伊伫即个所在，伊受着阻挡吼，阻挡。好，伊离开以弗所了后，要过马其顿进前，伊着爱先去伫亚细亚上尾一站特罗亚吼。特罗亚咱伫进前有讲过吼，伫第二摆行程的中间，保罗嘛来行过即个所在，对遮去到伫马其顿吼，这咱就无要搁用时间伫遮讲吼。特罗亚是一个，应该是讲亚细亚要过马其顿一个上落尾一个一个城市啊，是讲一个海港吼。伫遮伊阁有看到咱有看来讲，伊阁有去到伫即个亚述的所在吼。伫第三摆出外宣教中间，伊伫遮要倒转去伫叙利亚的中间，因为拄则咱讲犹太人想要设计要来害伊，所以伊就照原来路去行倒转去吼，所以伊就一站一站。咱即马台湾吼，足流行一句话叫做跳岛旅行啦吼，就是讲袂当出国旅行，逐个都伫台湾内底吼，坐船去小岛啦吼，伊叫跳岛旅行吼。伫保罗即届的回程，尾啊，就是改变成做跳岛的旅行吼。咱连咪会当去看到即个部分吼。好，即个亚述，即个是伫即个嘛是大概是特罗亚较南边遮的一个海港吼城市。伊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海上的交通啦吼，海岛吼。当然捌受着殖民啊，遮个拢是安尼，当初时就是安尼占来占去安尼吼。即马是属伫即个土耳其的一个沿海的所在啦吼。伊遮有真重要较早的即个古迹伫即个所在吼。伊甲特罗亚，咱拄则讲，甲特罗亚是诚近吼，共一个半岛的一个所在吼。OK， 伊嘛是一个，咱拄则讲海运也是讲陆运，拢真重要吼，拢真重要的一个
所在吼。伊嘛有一个所在叫做阿波罗尼亚吼，就是讲属于阿波罗的吼。咱会知影讲，因当初是有足侪城市的名拢会去号甲即个有名的人的名共款吼。伫即个所在嘛是有一寡哲学的发展伫遮吼，伫阿朔即个所在。也有咱拄则有讲有即个古迹吼。当初是所设计城市到现在也是互人公认讲伫当初是足重要一个古迹的城市的设计安尼吼。咱看即个地图，就是阿朔是伫特罗亚的边仔遮吼，伊遮一个半岛，遮一个半岛，大概是伫即个所在吼。好，来，咱看这个地图，伊才有特别标出来吼。伫遮 ，OK。伊这个城市的建设，到呾慢慢去用挖掘出来吼，有真重要的伫当初时吼，嘛有这个希腊的神庙伫这个所，这嘛是雅典娜女神的神庙吼。雅典娜女神的神庙真典型的，就是这种条吼，这种条这是希腊的建筑的形式吼。好。过来，咱就看讲伊形成的中间有一个叫做米推利尼吼，这个伫圣经拄出现伫即摆尔吼，只不过是一个经过的所在。咱知影保罗原本无设计行这个路，伊为着要行这个路了后，伊阁有一个目的，伊要避免倒转去以弗所，因为可能是伫以弗所已经出大问题所以伊避免伫会场的时要。搁去到以弗所，所以伊就行遮个海线跳岛旅行遮个船有可能细台，所以伊无法度行介远，所以伊就一站一站吼，一个岛一个岛安尼来行吼。咱看足侪名，咱足无熟的啦吼。咱看伊这个行程吼，对阿朔了后就变做米推利亚，咱搁利尼吼，搁来基阿啦、萨摩啦吼。米利都哥斯啦吼，遮个拢是一个海岛，无着海岸。你要看保罗，就是为着要闪避这个以弗所这个行程，要闪避这个，所以伊就安尼用这跳岛的方式来行来行。这咱这个城市其实咱拢做无熟，因为拢就是出现伫遮。就经过安尼尔定，你若看经文就讲伫遮歇一暝啦，歇一工啦，过工伊就搁行另外一个行程吼。这个是拄则迄个城市吼，米推利尼的这个古城市吼，差不多伫古早的城市，都一定有一个剧场，也是讲竞技场吼，差不多有安尼，就一个神庙吼，像这个 Chios 吼，基阿。嘛是共款吼，嘛是共款一个海岛，世界的岛吼，共款。咱知影地中海就真水啦吼，伊个海也真水迄个城市萨摩斯嘛是共款吼，伊就是保罗的安尼咧行吼，所以咱其实看这个地图，伊咧行的这个地图，你知影讲，伊真正是足故意要去闪避倒转去以弗所的这个行程啦吼。因为伊本地的想法是要对遮直接坐船倒转去伫即个叙利亚吼，无法度伊就改变安尼。你要看即个城市，差不多拢古早的城市，差不多拢安尼吼。这就是一个港口的一个形吼。米利都嘛是共款吼，伫爱琴海宾馆遮的吼，即个海边的城市吼。伫遮较。特别的是，这个城市的时阵，保罗有去找人去找这个以弗所教会长落来，甲因讲话，甲因勉励吼。因谨慎伫20章的18节到35节吼，而且有讲到讲有异端，伊离开了后，异端会进入伫因的中间吼，所以伊讲我知影我去了后，要有凶暴的豺狼入去恁中间。袂听小羊群，就是恁中间也有人会起来讲悖逆的话，引诱门徒来跟对因吼。这是保罗甲因讲的话吼。遮的凶暴的豺狼是甚物人？
吼，基本上伫因中间有人讲怪，这个被谬的话，吼，这个是咧讲犹太人啦，吼。啊，伫在龙有可能咧指着当地遮的传统宗教的人，吼，伊嘛有可能啦，吼。就是讲因所拄着的是一个毋是遐尼顺利、安尼简单的代志，安尼吼。吼，所以伫这个米利都有较特别的是，保罗去邀请这个以弗所的长老来，咱就知影讲伊就足古，伊就无爱入去伫以弗所，伫这个所在伊安尼来避免迄个扰乱吼。了后咱就看到讲，佫有几个城市，我就无去讲，因为伊个就是安尼跳过吼，哥士啦、罗底啦、巴达拉吼。这几个城市然后伊就倒转去伫耶路撒冷安尼吼。当然，伫这个咱咧看米利都是安怎伊会去叫迄个以弗所的长老来，因为米利都就是伫亚细亚的大陆的本土伫这个所在，毋是岛吼。你也看米推利尼啊、基阿啦、萨摩啦、哥士啦、罗底啦，这种是海岛。但是伊到米利都的时阵，这毋是海岛，所以伊就请这个以弗所的长老来，共款伫迄个陆地顶悬，伊只不过是伫海边安尼吼，避免进去这个以弗所安尼，好，伫人物中间当然咱有看到保罗，有看到马其顿一带的门徒，马其顿一带的门徒可能是咧指保罗伫第二摆行程中间所建立的教会，因遐开始有门徒的训练，有遮的信徒出现吼。然后当然看到犹太人，咱讲伫第30讲设计要害保罗啦，所以害这个保罗就去改变行程吼。有出现遮的人吼，伫遐甲保罗同行吼，特别人这个该友吼，咱上礼拜有讲着吼，甲这个提摩太吼，亚细亚人推基古甲这个特罗菲摩，这个嘛拢甲因甲保罗做伙吼。这个较特别啦，第8项的这个吼，特罗亚这个少年人吼，伊坐伫迄个第3楼的所在吼，伫遐听保罗讲话，拄久摔落来这项代志啦吼。这点咱会当讨论啦吼。过来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吼，来遮甲保罗伫遐甲伊讲话，甲伊勉励提醒。有犹太人，有希腊人吼。伫事件顶悬咧讲着讲，第1节开始咧讲这个代志了后吼，这个代志了后，当然就是咧讲头前就是15章咧记载这个，就是以弗所的这个混乱扰乱的代志平定了后，吼伊就开始去进行伊后壁的行程吼，对特罗亚，然后去马其顿，然后去这个希腊安尼吼。好，伊计划要坐船去叙利亚吼，就是讲伊行程是安尼。以弗所诚做伊上重要，伫第3摆上重要的一个行程。其他伫马其顿甲希腊，其实伊去巡回友尔，就是讲第2届的行程，伊所设立的教会，伊搁去遐甲因关心，去坚固因的信仰，照圣经的写法是安尼，所以第3摆的宣教旅程上重要，其实是以弗所，但是无拍算拄着足大的问题，伊了后伊对经过马其顿、希腊，伊的计划就是要对遐坐船直接倒转去伫叙利亚，但是无拍算，因为犹太人的关系，伊就受到迫害，伊就回头行这个犹太人会当讲是初代教会福音的功德啦，这真重要，也是讲真大的迫害福音的迫害所以就对马其顿搁行倒转去咱拄则有咧讲这个跳岛行程，互伊真辛苦，伊嘛真紧张，因为伊有设一个目标，伫五旬节的时阵，要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遮，有可能就是这个时阵，通常
犹太人拢伫即个时阵倒转去伫圣城啦，吼，是安怎五旬节的时阵有遐尼济讲无共款腔口的人，就是讲因拢伫迄个时阵倒转去伫耶路撒冷，吼，伊伫即个所在有可能因着借着即个时阵咧开会，所以保罗忙伫即个时间倒转去，甲遮个使徒因见面，甲因报告等等遮个，迄个可能性啦，吼，所以伊就定一个目标。要伫五旬节的时阵，倒转伫耶路撒冷，本地坐船直接过介紧，但是即摆变做讲爱用真济时间伫遐换船，去无共款的岛去遐来行吼，这是保罗伫遐真紧张的一项代志啦吼。伫圣经的中间，伫20章一直出现一个叫做我们。咱毋知有去注意到这个我们到底咧讲什么人？当然，咱知影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用我们意思就是讲路加本身也咧讲伊伫迄个内底啦，吼，伊伫迄个内底，所以咱看路加、保罗、西拉，基本上是做阵行的，吼，做阵行。然后伫路中才有其他的同工也加入，比如讲提摩太啦，拄则咱看到遐几个人名，吼。伫当地，因为做甲保罗做伙吼，保罗做伙。基本上路加会通讲是一直咧跟对保罗，然后做一寡记录安尼吼。好，伫咱拄则讲到迄个少年的啦吼，特罗亚保罗咧讲道的时阵，即个少年的犹推古，伊安尼倒骨对三楼摔落。咱真侪时阵咧讲到即段的经文的时阵，拢讲保罗行神也甲伊医好。但是你注意甲看圣经，圣经无安尼记载吼。圣经记载安怎？圣经记载讲保罗去甲看的时阵吼，保罗甲证人讲安怎？伊有搁咧喘气咧啦，吼，伊甲搁咧喘气，结果保罗倒转去讲道了，其他的人甲伊带倒转来，所以。基本上，若照较严格来看，保罗无有做任何动作，互即个少年的死个活。咱会记这样代志。真有可能保罗有搁较敏感，是讲伊有上帝互伊特别的开力，知影讲即个少年的还袂死，但是因为大家看伊摔落，也讲这稳死的吼。了后，即个少年的佫活活行倒转来，逐个人拢受到感动吼，受到安慰。安尼，我想即个部分吼，咱会当较斟酌去看经文的记载啦吼，经文的记载吼。好，过来咱就看讲，即个保罗安排这船吼，开始安尼跳岛，咧安尼行吼。咱知影讲伊安尼咧行诶，即个路程大概就是伊为着无爱去以弗所诶关系啦吼。因为进前伫19章才发生即个动乱尔定吼，就恐惊佫去用安尼颠着安尼吼，无法度脱身安尼吼，所以伊就避免去，然后才叫即个以弗所诶长老来甲伊见面吼。伊诶目的是五旬节诶时阵要赶到伫耶路撒冷吼，大概是安尼一个真重要诶一个时刻。咱会当看到伫即个教士甲提醒，迄个我来甲伊解一下吼。来用一下，用较好势咧吼。这个
师要练谁一口？从台湾几点12点中到。偏偏来不来？老师即马是有在讲，伊走无去啊，哦，老师无去啊，啥啦？你谁一口啊？你不我只会对老师讲啊。无呢，遐笑还安尼表示较好，无声。你即马是嘛？后礼拜无声好，后礼拜还是较好？后礼拜啊，我后礼拜拜伊才知影。哦，安尼哦。啊，看你笑眯眯的呢，应该是我不管是嘛笑眯眯，同样。阮某坐我见啊，我都嘛笑眯眯，啊，若无坐伫遐，就无笑眯眯，搁好笑，搁够好笑。下笑。老师才拍无去啊。老师走去味啊，味小吹。迄个主客啉了，敢有闻到薰味？有哦，即边有薰味吼。迄第一天拜三拜三半暝就开始就闻到。即是倒位咧烧，就嘛是搁以前遐，那是以前遐。哇 ，Silverado 遐。啊，我万无来是因为吼顶边有烧过啊，所以焦吼，啊所以草无搁拖过来。嘿，安尼敢有看到啊？有捡着啊。好，来，伫保罗请这个义务所教会长老来足重要的代志，讲着讲因爱安怎服侍啦吼。35节有一个真出名的教士，咱大家拢足熟的，叫施比受更为有福啦吼。伫这个中间保罗咧讲着迄个主的教士吼，但是你若照字面来讲吼，耶稣毋捌讲过施比受更为有福啦吼。但是较接近的一个教士，就是伫山上宝训中间咧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啦吼。因为伊要得到怜悯吼，来这个教士吼，我无有照这个共款的字面咧讲啦吼，就是咱讲是讲保罗搁加消化过，搁重新讲过安尼啦吼。好，然后保罗跪落来为着众人来祈祷吼，甲因三事，因为保罗甲因讲，我当要转去伫耶路撒冷有可能拄着真危险的一个状况吼，伊无为着伊的性命来。做主，伊要来完成上帝交代伊的使命安尼啦吼。
然后伊伫遮算作是甲因来告别啦吼。咱知影第4摆伊就是去用掠去了，要改送去即个罗马即个行程吼。所以会通讲伫遮伫保罗的即个宣教的行程算是一个 ending 啦吼。然后伊就倒转去伫即个耶路撒冷遮去吼。好，保罗伫即段的旅程的中间有写几个批信吼，足侪的互教会批信，就是拢伫第3摆才写的吼。伊有所写哥林多，伫马其顿写哥林多后书，伫哥林多写罗马书吼，等等遮的吼。好，咱后一摆要看《使徒行传》21章啦吼。咱望会当一概讲了啦吼。讲到耶路撒冷伊倒转去耶路撒冷的代志，甲伊比利亚的代志安尼吼。好，安尼。我来甲迄落关起来。